大家好，我是小雷，我是君子。外婆最近牙齿不太舒服，给她约了早上第一个号，今天去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。毕竟80多岁了，不是这里有点小毛病，就是那里有点不舒服。今天是早高峰啊，堵在高架上。嘿，老婆，你去出发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啊，再让第一个噻，来太太上车。我们这么日子不老这个骨头痛。老婆，马上周子浪头也来着呢，别好。2年半前，我就是来这里种牙的，时间过得真快，全部都是去看牙的。这边生意太好了，我们那些进去收吧，一起帮那压孩子。这边确实医生水平好，评弹界一半说书的都在这边看牙的。幸好帮外婆约了第一个，本来这要等到什么时候？老婆你啊哈，不好，弄牙子你不好噶？我弄个脚踏上去。今天不容易，给外婆约到了孟院长，基本上是苏州目前最好的牙医之一了。人家海南都有人坐飞机过来找他看。您现在这个疼痛的地方啊，正好就是原来有牙根的位置。最近这段时间呢，可能没有休息好，或者这边吃的多了，导致了牙龈压迫疼痛啊。而且您这副假牙呢，已经用了几年了，你吃东西呢也比较习惯，所以也不建议再去更换啊。再去做新的假牙，只要有疼痛、有不舒服的地方，稍微调修一下就好了。问题比较简单，所以就是假牙的问题是吧？假牙的问题。就你刚刚已经帮我外婆调好了吗？对。是的，那应该不痛着呢。那时间呢，吃软一点的，它只要牙龈恢复好了以后，问题就解决了。现在不是拿痛的了，眼病总归有点痛。现在呢？也不痛，也不痛。那个你车子开过来，我屋里待最难1个多点钟头，口只用30分钟。外口有个我个脚车口呀，几口呀？还在口还在。那个到广告局里找了哎，现在么最喜欢。有个是钉钉的。那。我就在广场上挂给。应该的。好吧，就为10分钟。你有啥个事体在寻我喊？分类。海边那副挂，我到外婆去弄牙子，来看看2台书1袋卡。卡特。喂，再帮我。不是那楼下是先卡过了。我们今天中了3第3个菜价，本来打来看牙齿也要用个1年体分享了10分钟。我想那么舅讲你是有牙医吃点啥那个我们去有几个基础散。那么翻个蛋汤，那么把起来么散火。记得能吃到那3个，随便啥么子我才欢喜。外婆家开工了。爸爸拿牙齿弄孩子吃饭上去走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，不在于富有，而在于温馨，它是我们永远的牵挂。